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地处重庆执教城，位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核心节点永川新城区，坐落在国家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渝高铁横穿学校，18分钟到达重庆主城，50分钟到达成都。学院占地936亩，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拥有一流的办学设施和信息化条件，属全国水利示范院校、重庆市骨干院校、重庆市优质院校建设单位、全国水利优质院校建设单位、重庆市级博士后工作站。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585人，副高及以上职称150余人，博士35人，硕士260余名，双师型教师200余名，现有水利部首席技能导师2人，全国水利部执教新星6人，执教名师2人，中组部西部之光人才3人，重庆市中青年骨干教师5人，重庆市专业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人，重庆市双签双师教师12人，重庆市优秀教学团队2个，有53人获省部级比赛1等奖，获重庆市人民政府优秀教学科研成果奖15人次。学院专业设置紧紧对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西部开发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重点培育了水利工程、水环境保护、电力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智能制造、大数据等专业群，形成了一特一优、3大支撑、8大类协同发展的专业格局。建有国家级骨干专业2个，重庆市骨干专业4个，中央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专业2个，重庆市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专业3个，全国水利高职教育示范专业2个，全国优质水利院校建设专业2个，重庆市优质院校一流专业群建设专业25个。社会实践育人成效显著，学校每年划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专项经费，实施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有力支持大学生3下乡社会实践、大型赛会、公益服务等活动有效开展。在这里，你可以深入到祖国的厂矿、社区、田间地头，让你的青春在奉献中闪光，在实践中成才。近3年来，学校社会实践活动主题突出，社会影响力大，成果显著，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转载，多次获得重庆市3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志愿服务活动优秀组织奖，并突破国家级奖项，获全国3下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1人，获全国志愿服务大赛铜奖1项。学校教学设施一流，有教学大楼、图书大楼、实训大楼、素质拓展中心、大学生创业园等系列设施，拥有实训室135个，校外实训基地225个，教学仪器设备总值7000余万元，仪器设备数7000余台套，图书馆藏书60余万册和全国联网的电子图书30余万册，校园实训场地11万余平方米，有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个，国家级水工建筑材料检测生产性实训基地1个，国家级防汛抗旱协同创新中心1个，水利部重点专业优秀实习实训基地1个，市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3个，市级高等职业教育双基地3个，市级科技重创空间1个，市级高校重创空间1个，市级创业示范基地1个，
市级孵化基地1个，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个，校级校企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3个，成为重庆市产教融合示范学校，教育部1+X 认证试点单位，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学校教学资源丰富，是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水环境监测与治理、公用电技术的建设单位，拥有3个市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成重庆市级精品课程1门，精品视频公开课程2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5门，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73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77门，搭建有校级专业教学资源云平台，建成专业教学资源空间48个，课程资源空间511个。以上善若水、徐静江河的校训精神，统领了学校以水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分布在校园的文化石、楼宇命名、教学大楼的造型、校园栅栏、学生宿舍文化墙、100米水文化长廊等载体，都融入中国传统水文化的元素，并将上善若水的思想融入了教材，融入了课堂，融入了社团，融入了实践，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扎根于师生的脑海，践行于师生的行为，形成了以水文化为特色的育人格局。学校拥有一流的体育运动设施，现建有具备国际承载能力的标准壁球馆、武术套路馆、室内体育馆、标准田径场、形体训练中心和乒乓球训练中心。室内运动场面积高达12000平方米，室外运动场面积高达23000平方米。2018年，北教育部授予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体育工作一校一品示范基地荣誉称号。近3年来，各类竞赛成绩突出，国家级、市级各类奖项近260余项。尤其是武术项目，参加2019年中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荣获重庆近10年来的首个全国单项冠军，并且连续5年蝉联重庆市大学生武术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排球项目连续2年蝉联重庆大学生比赛男子团体冠军。网球、篮球、羽毛球等项目比赛成绩连续多年名列市内前茅。学院是重庆市智慧校园示范学校，建有万兆骨干、1000兆桌面的网络通讯系统，网络带宽达40G，所有寝室均是光纤到户，校园无线 WiFi 信号覆盖率达95%以上，校园内时时处处皆可以上网。学生缴费、借阅读书、食堂就餐、超市消费、校园进出都可以通过校园一卡通实现。通过校园 APP 可以方便快捷地实现成绩查询、课表查询、网上缴费、请销假、教室预约等应用需求。校内建有丰富的电子资源和教学资源，可以免费上网浏览下载最新最流行的时尚经典书籍和专业知识，实现了校园环境管理、楼宇管理、教学管理、课堂管理、实训管理、远程实习管理、寝室管理、学生素质考核的信息化。学生活动异彩纷呈，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党团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建有大学生素质拓展基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基地、党团文化广场、青年之家等文体活动场所。在这里，47个学生社团、各类演唱会、书画展、百花争艳、各种技能赛、竞技赛百家争鸣，为你青春添彩。在这里，茶艺、插花、武术、舞龙、
形象礼仪、演讲口才等综合素质拓展课程，为你青春助力。在这里，元旦晚会、迎新晚会、社团文化艺术节、水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主持人大赛，为你青春搭台。在这里，你可以汲取营养，树立方向；你可以展示个性，发展特长；你可以实现蝶变，体验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近3年来，学校荣获各类文化艺术集体奖项20余项，获各类国家级、市级荣誉400余人次。学院建立健全奖、勤、助、贷、减免、补立体资助体系，全校学生受助覆盖面达70%，学生资助中心为您全程贴心服务。对优秀学生设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最高奖励达8000元。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通入学绿色通道，设国家助学金，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给予就业创业帮扶。对烈士子女、孤儿、优抚家庭子女、残疾学生全额或半额减免学费。在重要节假日开展慰问活动，给学生生活关心、心理关爱。学校是重庆市就业先进单位，拥有重庆市就业示范中心，具有一流的学生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2级学院设置有专职的就业干事，指导学生实习就业工作，实现就业无缝对接。拥有丰富的学生就业资源，与中国水利水电第10工程局、国家电网、中国电建集团等300余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就业基地。学院每年举办各种形式的网络招聘会、现场招聘会、双选会等300余场，实现了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双高，学生就业率年均保持在96%以上。学校具有一流的后勤保障条件，开设有4个学生食堂，时尚美观，文化氛围浓厚，可容纳万人同时进餐，就餐环境舒适。食堂开设有基本餐、特色餐、自选餐、清真餐等窗口近100个，菜品多样，价格实惠，可满足学生不同标准、不同胃口的就餐需求。学校还设置有大型超市，购物方便，学生公寓环境优美，每间寝室都配有卫生间、内阳台、洗衣台、热水器、空调、饮水机、网络和学习桌凳，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立的私人空间。楼栋配备有专业化的生活老师，负责日常生活的管理，还设置有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党支部活动室、学子之家活动室、童趣间、瑜伽室、书画房，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